大果园直径4.5公尺、重122公斤的红球献身台南，第一站就伫咧丰新庙接关停。3、2、1，欢迎进来！时间一到，民众排队入场，每一体限制100人，会当摸伊、抱伊，比各种动作甲红球互动。也阁有小朋友戴着红片仔，欢迎红球来到台南。咱这道红球的计划交高级的接头啊，阮最想要来看，所以阮家己嘛做一个红球来遮做好耍。这是国外来艺术，嘿，对所以特别要来想要参与这个国际性的活动啦。蛮特别的，就有点中西跟美式混合在一起的艺术。因为它这个算是比较有历史的一个古迹啊。红球计划将连续10天，伫无同的地点展出，由美国艺术家波斯克亲自走访挑选，希望让国内外游客亲历府城巷弄，感受台南市吧。I was here in December working with Leslie and Elisa to find all the sites, and it's really done on foot. So I was here for a week. We're driving around, walking, and both with their research and also finding new ideas. And the sites have to be a reflection of both the history of the city, but also how the city is lived in today. 红球我们要跟文化相结合。你如果来到太空旷的地方，好像就风一吹就走了，就不好固定。那在城区里面，在历史街区里面，一方面跟这个东方的文化跟我们的宫庙宗教文化能够互相撞击，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跟我们的美食区互相辉映。为着爱好这的古迹，设定团队有针对无同的建物精选压力，连日常领所甲现场实地状况拢有考虑。欢迎大家来对红球的同时，嘛欣赏台南古迹的水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